新竹市最近有甲庇护工厂合作成立一个二手交换平台，民众处理若做有用袂到的物件，只要是无歹去，无论是册或者是生活用品，伫年底进前拢会当摕来到遮交换物件，透过交换，互资源会当继续循环再利用。大家厝内一定有用袂到的物件，这时阵留落来嘛毋是，单调佮感觉真拍算。新竹市环保局最近甲庇护工厂合作，鼓励民众伫年底进前，甲厝内罕得使用的物件摕出来，用交换的方式，互资源会使再利用。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鼓励大家做环保的那种精神啊。很多东西要惜物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如果能够让这个物资能够更充分被运用，然后延长它可能使用的寿命。环保局提醒，要摕来交换的物件，必须8成新以上，尤其电器用品，爱会使正常使用，而且先做好清洁，安尼才会使互交换平台发挥上大的功能。鼓励民众把这个家里用不到的二手物资，但是它是8、9成新、功能完好的，就是可以希望透过不要浪费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是把二手物资做一个传承的动作。透过二手交换平台，希望民众会使更加珍惜地球资源，减少粪扫，做伙保护环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